美國甲伊朗在頂一輪的談判破局了後，美國為着要反制伊朗，是封鎖掉荷姆茲海峽，嘛甲伊朗的這個港口封起來，甲因的海上貿易斷掉。伊朗嘛來嗆聲，伊嘛要封鎖掉紅海、阿曼灣等等重要的航道。The U.S. has announced a formal blockade of Iranian ports and coastal areas. If you do not comply with this blockade, we will use force. 美國宣布封鎖伊朗的港口，反制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。無到36點鐘，美軍就講已經完全阻斷伊朗的海上貿易。面對美國的反封鎖，伊朗也放掉封鎖其他貿易航道。در صورت ادامه محاصره دریای ایران، اجازه هیچ صادرات و وارداتی از خلیج فارس،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دریای سرخ داده نخواهد شد. 美國甲伊朗改拍海上的封鎖戰，目前波斯灣已經有800架船跟2萬的海事警員。有消息的人士講，伊朗可能會退一步，完全船隻在無受德黑蘭的阻礙，通過荷姆茲海峽或阿曼協定的航道，當作和美國談判其中一項提案。路透社等等的主要外國媒體講，美國甲伊朗第一輪的談判破局，如今當咧考慮登去巴基斯坦和朝地之間。Those discussions are being had. We feel good about the prospects of a deal. 北京也背回部分關於停火協議報道。Bad reporting this morning that we had formally requested an extension of the ceasefire. That is not true at this moment. 如今大家攏正關注美國甲伊朗談判的狀況。以色列的軍方也掃卡獵手，表示已經準備好在必要的時恢復攻擊，也顯示中東的情勢隨時會個修正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